般游客要去太湖，从市区可以经过拱桥，来到太湖第一名胜之地的源头渚。不信您看，太湖夹绝处的刻字，不是很明显的提示吗？据说要欣赏太湖风光，源头渚就是最好的地方，这儿还有事实证明呢。包韵吴越，呈现在眼前的这4个大字儿，包蕴了涵盖了春秋的吴越两地，这种大气魄有多么的雄伟啊！有机会站在源头渚这儿拍张照片留个纪念，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看，欣赏欣赏，那可真是可以好好的炫耀一番呢。源是龟的一种，也可以说是大型的龟，渚则是水上小岛的意思。这座铜制的龙头龙尾龟身的源的所在地，就代表是欣赏太湖风貌的绝佳之处。遨游太湖，站在此地，可算是一览无遗了。湖的小船，还有渔家在撒网打鱼呢。在太湖上打鱼可是有规定的哦，渔民要有打鱼的身份证明，打捞的渔获呢也是归为国有的。乘坐小船游太湖，乘客要是按照规定付费以后，可以享受所谓的船餐。除了特制的美食点心之外，当然还会有现场打捞上来的新鲜鱼虾，不过还是要花钱预定的。太湖水上的这种水草，据说它有特别的功能。太湖里的鱼虾、水产都会利用这种漂浮不定、随波逐流的水草来产卵生育，传宗接代的。您说这个大地造物是不是各有其奥妙不同呢？看看手掌上这些全身透明的小鱼儿，这就是太湖3宝之一的银鱼儿。这种小银鱼儿品质细致而鲜美，离水就会死掉。听当地渔民们说，太湖水产非常的丰富，专靠太湖水产生活的人家也很多。太湖的水产一年4季可以说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太湖是我国5大淡水名湖之一，面积有2460公里，号称36000顷，跨越了江浙2省，所以会有包韵吴越的美称。湖里有大小岛屿48个，连同湖边4周的山峰、半岛，号称72峰。